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沙利教会历史特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沙利教会历史研究，上早是什人先来做即个系统性的整理，并无介清楚。伫1947年庆祝释教70周年的礼拜堂，有搭一场历届的传教士历任的中级教会出身传教者的名单。伫1963年总会年鉴中间有出现沙利教会的严格。1997年台南教会公报社编辑台湾古早教会巡礼，有朱崇辉长老所写多产的教会沙利教会的文章，了后由杜谦顺牧师陆续收集考证，整理做影像特刊。大先介绍美丽的教堂甲历史介绍。教堂也就是礼拜堂主要的功能是组织信徒做主日礼拜的宗教教育场所，其次也提供会友举办婚丧喜庆的礼拜场所。搁再来也做其他教会活动，也是社区活动的场所。这是伫2015年1月教会礼拜堂甲副堂的相片。沙利教会创始伫1879年6月，伫1879年6月，有一位嘉义教会，也就是现今嘉义东门教会的信徒王琴来沙利教堂行医卖汉药，也热心传福音。伫还无礼拜堂以前，先借用信徒周五的字体做家庭的聚会几年久，称作耶稣圣教教堂教会，是现今彰化县福林县地区第一间的基督教会。教会发展大约会当分做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称作教堂教会的时期，伫1879年到1910年。教堂教会因为信徒日渐增加，就伫主后1884年，伫教堂245号的地起德光厝的礼拜堂做集会所。因为信徒不断增加，教区也辽阔，所以远地的信徒交通不便，路中难免有毁害，加上因有就近做礼拜的需要，所以陆陆续续有分设5间的教会。伊先后有源头教会，旧名是张北斗教会、斗六教会、土库教会、社头教会甲伦八教会。第二个时期伫1911年到1951年，称作大东路时期。1911年12月，教会对教堂刷来到西里街的市仔头大东路礼拜堂落成启用。礼拜堂是闽南式的大厝。教会伫市仔头礼拜堂的期间，教势稳定中渐渐进步，有设儿童主日学、妇人会、青年会、圣乐队遮的组织。第三个时期是称作延平路时期，1951年到现在。1951年9月18日，陆友巴洛克荒漠的
新礼拜堂甲牧师馆员工也举行献堂式，各地的教会参加的来宾大约成千人，真盛况。教会的土地甲建筑物的建筑费，大部分是由廖成丕长老家族奉献的。为响应PKU 家运动，另外搁再分设志同教会甲二论教会。这是礼拜堂的外观。也不时有人会来参观，也是游赏西个教堂。西个伫行政历史的沿革，清朝时代雍正元年，主要1723年，有新设立彰化县，以福尾溪为界。迄时阵，西个议论辈未了属伫彰化县。到日本时代，用罗水溪为界，才改属台南州。民国时代改做小县制，属云林县。满清时代，基督教传入伫台湾是伫荷兰统治台湾的时代。了后，郑成功甲清朝时代基督教有中断去。到伫1865年，长老教会来台湾开始传道的时期，直到1895年是清朝尾的时代。这张是1889年英国长老教会出版福摩萨岛的宣教地图。伫地图中已经有标示教堂仔。西个教会简史。西个基督长老教会创立伫主后1879年，就是清光绪5年6月间，是彰化县云林县地区第一间的基督教会。百外年来，西个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历经满清、日治、国府三政权更替的朝代，先后分设8间教会，源流50外间的教会遍及云林、彰化、嘉义、南投等地区，算是历史悠久搁多产的基督教会。教会发展约略会当分做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称作教堂仔时期，也就是教堂仔礼拜堂的时期，1879年到1910年。主要1879年清光绪5年6月中间，有一位住伫嘉义厅外内庄，就是今仔日的福尾镇外内，属伫嘉义教会的信徒名王琴，往来嘉义甲西个东北郊外的教堂仔之间做生意，就用卖汉药甲治病为业。伊热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常时也有毋知影名的传道师有甲伊做伙来。无偌久，有周武、周南听入是廖成丕的外公，姚林乌力是丰原长北斗人，遮的先辈信教。伫还无有礼拜堂以前，先借用信徒周武的字体，家庭聚会几若年，称作耶稣圣教教堂教会。上早礼拜堂毋若查甫查某爱分开坐，中搁用布帘仔隔开。当时来信耶稣的人，拢
是因为有病，毋过经过医治甲祈祷，得到好起来信主的。譬如讲，顶南的郭文鼎家族，因原本是地方的望族，因为大囝病得到祈祷医治来信耶稣，却互上庄的人用竹仔围绕出路，直到各家第三后生大汉，因为伊有学武功，才平煞即个烦恼人的问题。郭文鼎后来担任教会的长老，伊的遗训是：着常常守牢即本圣经，才有平安甲喜乐。伊的囝其中高天和长老，家己引福音传单，逐工骑脚踏车往未信者传福音。总是后来伊转信真耶稣教会。郭文鼎的孙郭廖定长老，是西丽地区远近有名的汉医师，每日透早5点起床，就先探访会友甲未信者，有病医病，也为着因代祷30多年来拢无浪断。加达教会因为信徒渐渐增加，就伫主后1884年，传道师刘俊臣牧会的期间，伫加东仔245号的地起德公仔厝的礼拜堂做集会所。这位置大约伫今仔日的西丽龙岗的边仔。日据时代，自治、自养、自传的草创时期是1896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期间伫1915年到19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伫1931年到1945年。早期西丽加东仔教会的历史，捌记载有一名信徒伫路口厝遭遇番仔出草身亡，另外有2名信徒伫日军占台湾之初，互日军枪杀身亡。搁另外伫1895年清7甲午战争后，清国将台湾割让互日本。日本接收台湾的过程，遭受各地台湾人顽强抵抗。某日，日本兵的间谍兵分3路前来西丽地区试探情报，去互抗日义民发现，就将领队的首领的头壳斩落来，挂点西丽福音宫庙前。了后，将日本兵人头2粒、义旗2面挂伫三山宫庙前，也就是今仔日西丽分局的现址。日本兵伫8月18日攻陷西丽，看到安尼非常受气，就烧庙搁放火，烧街路的民家厝仔店铺差不多拢去烧毁。倒落时，西丽街民听讲日本兵伫要攻陷西丽堡，所以早就已经弃守家园，疏散一空。毋过倒落时，自堂的传道师刘俊臣甲本会6名的信徒不畏险阻，留守踮加东仔教会的礼拜堂，竟然互日本兵掠着，甲因当作是歹人。刘传道师登陆时写字说明讲：“阮是基督徒。”日本兵毋信，把因的头甲手要往斩头。这时阵，刘传道师对会友讲：“咱的性命到这休啊，请大家跪落来服从上帝的旨意。”
日本兵看到老传道师遮个人跪落来祈祷，才信因果然是基督徒，也甲因看做是好人，甲因讨放。这是西个教会上早诶历史记录，1902年到1915年诶小会记录。这张是1913年土库的信徒杨义，甲1917年倒来的信徒吴纳尔美信徒所来西礼的会籍。吴纳尔美是林一乐医生娘，嘛是长老娘。这是罗永祥长老教会资料网站顶面会当看到刘俊新牧师的资料。早期家己教会，也就是现今家己东门教会，伫每个月也拢有派传道师来本地讲道一遍，佮巡视会友。主堂的传道大部分是短期牧会传道者，譬如讲有高俊明牧师的阿公高中传道，裴明敏教授的阿公裴树忠传道等，拢捌来过西礼做短期的牧会。因为上帝主爱恩典，伫1903年西礼有甲中华顶教会合聘林学强牧师巡回牧养各教会的信徒。这篇是伫罗永祥长老所收录教会资料网站顶面高金生咧讲到赤马兄就是林学强牧师。伫台湾基督长教会的这个释教100周年的时阵，有出版历史的年谱。这中间伫96页，就是1903年明治36年3月初10，中华新结庄、社头轮仔、教堂仔顶4间同会，甲南仔坑教会分别向南部中会申请派聘牧师。1903年明治36年的4月初10，林学强牧师伫彰化礼拜堂被按立做彰化地区4间同会的牧师。这张是西礼教会的母会，就是家己教会的相片。是这个图片是南部台湾基督长教会释教70周年有出版纪念写真贴。教堂教会的时期伫1879年到1910年，信徒散居中原各地，听讲也有对二水来遮做礼拜的信徒。早期溪北地区的信徒，就是有义林路上丰原源头社头，拢来到西礼教堂教会做礼拜。不过因为长龙时交通不便，所以信徒因伫拜六早起就出发，做伴举火把甲食面，撩水过西礼大溪，就是落水溪。了后伫西礼过暝了后，过两天参加礼拜日早起第一场的礼拜。中昼全体信徒有伫教会用餐，称作爱餐。小可休困到交期，然后佫参加下晡第二场的礼拜。做礼拜煞，才心满意足，踏上归乡的路，开始一礼拜的生活作息。迄时亲像
斗六地区的信徒因是礼拜日透早2点就对大轮行到斗六，了后伫刺龙庄过暝，才来教堂教会做礼拜。其中有一位五路长老，伊28岁信主，虽然行动无方便，毋过伫1881年的时代，伊拄拐拜咧对斗六行到西丽教堂做礼拜。迄时伦培水尾放假寮的信徒，也是伫礼拜日清早招伴做伙行10几公里到教堂做礼拜。这是五路长老的小段。因为信徒不断增加，教区辽阔，远地的信徒伫交通不便，路中难免有土匪加害，阁有就近做礼拜的需要，所以即中间陆续有说5间会行会。伊先后有伫中华的长八斗教会，1882年后来改名元斗教会。斗六教会1884年，土福教会1890年，中华社头教会1891年，水尾教会1900年，后来称作伦培教会。1882年分设元斗教会，旧名是长宝斗教会。1884年有分设斗六教会，